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省钱小老师 Lisa。今天呢 ，Lisa 又要来教大家省钱啦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美国呢，大多数的白人出门呢，他们都不怎么带现金的。基本上呢，只有华人会带很多的现金在身上。是怎样带很多现金才有安全感吗？所以很多坏人呢，他们都很喜欢抢华人，因为他们知道抢华人一定不会失望。那我们就长这样子。黑头发、黄皮肤的，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我们是华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美国还是被抢的高风险群。那既然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外表、我们的皮肤，那我们就尽量把被抢、被偷之后的伤害降到最低吧。那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呢，身上不要带太多的现金。像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，我每次出门，我的钱包里面差不多只有20块美金左右而已。我出门呢，基本上都是刷卡，就算我只是买1、2块的东西，我也全部都是刷卡。所以啦，在美国生活呢是需要一张信用卡的，这不只是为了你的安全，同时信用卡呢也可以为你省下不少的钱哦。另外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你在美国千万不要刷现金卡，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信用卡你被盗刷的话呢，你就联络银行就好了嘛。现金卡你被盗刷的话，就有点麻烦了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要推荐2张福利还不错的信用卡，有在美国生活的大家呢，可以考虑一下哦。首先是这个美国运通 Blue Cash Everyday，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美国运通信用卡呢，它是需要年费的，但这一张卡的优点就是它免年费，它是一张返现信用卡，返的呢是 Statement Credit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月刷卡刷了1500块，而你有500块的 Statement Credit 的话，那你这个月呢就只需要付给银行1000块而已。而这张信用卡的好处呢，就是如果你用这张卡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呢，它会给你3%的返现。一般的信用卡呢，最多呢可能只会给你1到1.5%的返现而已。那如果你用这张信用卡来加油的话呢，它会给你2%的返现。最好看的是，你开卡之后的前3个月，用这张卡消费满1000块的话呢，它就会送你150块的 Statement Credit。那如果你喜欢旅游或者是常常旅游的话呢，那我推荐你这张一样是美国运通发行的 Amex Everyday。这张跟前面推荐的那张 Blue Cash Everyday 一样，都是免年费的。它跟 Blue Cash Everyday 不同的是呢，它是一张积点卡，你所消费累积的呢是运通点数。当然了，它也可以换成 Statement Credit 来使用，然后呢，它还可以换机票啊，或者是饭店。那这张卡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这张卡你开卡之后的前3个月消费满1000块的话呢，它会送你1万点。一般来说呢，1运通点呢等于1 cent。那也就是说呢，1万点呢等于100块。然后，如果我们从日常刷卡消费来看的话呢，用这张卡在超市消费的话呢，它会给你2倍回馈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消费1块钱的话呢，它会给你2个运通点，也就是2%的返现率。然后，如果你每个月用这张运通卡消费满20次的话呢，你所累积的运通点，它还会给你20%的额外奖励，也就是2.4%的返现率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2张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？就是他们在超市消费的返现率都比较高，所以在这里 Lisa 的尬拍囡仔大小时间又到了。Lisa 要来教大家一个技巧，就是你可以去超市买各种的 gift card， 像是各大百货公司啊、加油站啊，或者是 Starbucks 等等的 gift card 啊，这样算下来，也就是等于你在这些地方消费呢，都有2.4%的返现率啦。当然，如果你要很快的达到消费满20次的话，那你就分次买啦。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，每张运通卡呢，它都附有强大的购物保障、退货保障跟延长保障。譬如说呢，你今天买了一只新的 iPhone 8，那这只 iPhone 8呢，在90天内不幸的被你弄丢了或者是摔坏了，那么你可以联络运通公司，它会全额退给你。又或者是你买了一个商家规定不能退货的打折商品，但你之后后悔想要退货，那你就联络运通公司，它也会全额退给你。那如果你用运通卡买的东西是有保固的话，像是电脑之类的，那么运通呢，它会把你的保固期再延长1年。这些福利都是运通公司提供给他们的持卡人的哦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旅游需求的话，那 Blue Cash Everyday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，它可以直接高比率的返现。那如果你想要用点数换免费机票的话呢，
那就比较推荐 Everyday 集点卡咯。最后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信用卡呢是让你拿来省钱累积信用的，而不是让你拿来变成卡奴的。而如果你刷卡刷太多缴不出来的话呢，这个是很伤你信用的。在美国，信用记录是很重要的，而信用卡呢只是一个帮你累积信用的管道而已，所以千万不要刷超过自己能力所能负担范围的金额哦。好，那我会把以上介绍的这2张信用卡的申请链接呢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按进去申请哦。只要你在美国呢有社会安全码，有基本的水电网络的缴费记录，基本上都是可以申请的哦。那关于社会安全码呢跟信用记录的话题，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再说啦。那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呢，不要忘记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